樓市近期交投放緩，不過對樓價影響唔大。天水圍有兩房嘅尺價重上返1萬蚊，走勢係點呢？上半年樓市表現強勢，雖然近期交投放緩咗，但係樓價暫時冇回落嘅跡象。天水圍嘉湖山莊今年以嚟樓價升咗大約1成3，部分兩房嘅尺價更加重上1萬蚊水平，收復過去近2年嘅失地。呢個屋苑咧本身二手市場成交咧上半年都就平均去到30幾宗啦，咁而當中咧兩房咧就比較受歡迎嘅。因為佢本身成交價咧大概去到300尾至400頭，上車客就會比較多啲啦，所以帶動兩房嘅成交價啦，比上年年頭咧已經升咗1成有多㗎啦。屋苑1991至1997年落成，提供近1600伙，係本港規模最大嘅私樓項目。戶型涵蓋2至4房，面積441到接近1500尺。放盤位於1期樂湖居，雖然樓齡已經35年，但係整體保養唔錯，而且鄰近輕鐵站、商場等嘅配套，居民生活方便。單位係近期熱門嘅兩房開則，實用449尺。大廳採用鑽石型嘅設計，空間寬敞，超過180尺，家私擺位靈活，私隱度高，唔使樓望樓。景觀向西南，除咗有大量嘅綠化，仲望到內園湖景，加上附近嘅物業唔多，視野相當開揚。對面嘅飯廳相對市正，可以擺多人餐台，仲有對流窗，有利空氣流通。旁邊嘅廚房唔算市正，但係超過50尺。除咗煮食爐、星盤等嘅廚具，仲可以擺洗衣機同雪櫃，款式偏舊，不過保養唔錯。單位啦，望出去個景觀啦，咁啊在於西南啦，咁啊向翻內園啦，比較綠化。咁加上佢已經係成個屋苑裏邊最近商場嘅一期啦。咁啊，另外步行10分鐘可以行到去西鐵站啦。道路方面啦，咁其實有好多巴士啊、小巴，甚至乎可能其他交通配套啊，都非常之完善嘅。所以呢度咧，成個屋苑當中係最受歡迎嘅一期。業主早喺2018年以510萬買入單位，現時以438萬放售，尺價9700幾蚊。業主持貨8年，潛在蝕幅超過1成4。投資者潘德恒認為貼近市價，考慮到近期有高價成交，單位質素都比較理想，估計如果適當調整價錢，將會更加容易有承接。呢一個期數咧係較為受歡迎嘅，咁所以咧見到近期咧都有啲1萬蚊個外嘅成交啦，就係最主要集中咧都係一啲比較偏高層嗰啲，同埋裏邊內籠有裝修啦。咁雖然我哋今日見呢個單位咧裝修都算企理啦，咁但係樓層咧就係略嫌低咗少少嘅。呢個價錢咧圍起嚟9700幾蚊咧，就可能略嫌少少進取。咁如果能夠可能調整少少啦，去到大概係420至430呢啲價錢咧，咁可能會容易吸引到啲客。兩間房喺大廳嘅同一邊，由走廊相連。盡頭係大約80尺嘅主人房，呈長形，睡床靠牆擺，旁邊仲夠位擺衣櫃。景觀向西，同樣冇遮擋。隔離嘅細房超過60尺，開則市正，家私擺位靈活，而且同樣有窗台，新買家可以充分利用。對面嘅浴室都唔細，大約50尺，一邊裝咗洗手盆。台面算大，附設唔少儲物空間。另一邊裝咗細企缸，騰出咗位置用嚟收納，而且有窗，通風更加理想。代理話，屋苑配套成熟，租務一向穩定，加上暑假期間盤源緊張，帶動租金明顯上升。本身屋苑嗰個規模比較大啦，咁其實除咗本地嘅客人會多啲之外啦，咁啊內地客人都會比較多啲嘅。而租金方面啦，都有明顯嘅唔少嘅升幅啦。以兩房為例啦，舊年大概係11000蚊租金度啦，咁而家去到今年嘅暑假咧，大概12000蚊多啲嘅啦，已經去到。而家租務都好緊張啦，喺呢個屋苑15880伙裏邊啦，兩房放租啦，大概係20個。放盤市值租金大約12500蚊，如果成功以430萬賣出，租金回報近3厘半。潘達恒認為適合長線放租。
屋苑咧，其實客源咧比較穩定嘅，因為除咗佢本地嘅客之餘咧，附近亦都好多學校、學生客咧，相對都比較多啲嘅。咁嚟緊咧，我相信咧客源咧就會更加闊啲啦，因為有北都嘅發展啦、洪水橋嘅片區啦，同埋新田科技城。咁佢會引入一啲係專業人士啦、基建嘅人士啦，同埋一啲管理層啦。咁呢度都係對於個租務咧有好大嘅需求。最近一啲叫做新落成嘅新樓啦，譬如兩房為例咧，都要大概14,000至15,000蚊。咁我哋睇呢個屋苑咧，配套咧同埋交通相對比較好嘅話咧，更加受歡迎啦。咁隨住嚟緊嘅租金有一定嘅升幅咧，租金回報咧係相信會更加理想。佢又話，除咗租金有上升空間，區內嘅樓價都有升值潛力。理由係成個新界西都處於高速轉型階段，交通配套有望提升，有助整體樓價追落後。呢一區嚟講咧，其實除咗有北都呢個概念嘅支持之外咧，其實交通咧已經有一啲實質嘅支持啦。咁譬如好似鐵路為例啦，咁嚟緊咧係會有洪水橋站啦。咁另外咧就會有一個係北環線咧喺33年裏邊咧係落成啦。咁如果喺翻道路網嗰度咧，嚟緊係有個11號嘅幹線咧係直通翻大嶼山嗰邊嘅交通咧係更加便利啦。對於成區咧都係個樓價有一定嘅幫助啦。呢一區咧其實普遍嘅樓價都係偏低少少嘅。咁嚟緊香港普遍都係有3至5%嘅空間嘅升幅啦。估計呢一個區咧因為係追落後嗰個情況咧，下半年嘅升幅咧會好一啲嘅。